鏡意學原屋日本魚翅丸係暢銷50多年，由日本生產嘅原屋經典產品。為咗更好咁滿足市場需求，提升品牌形象，原屋決定將魚翅丸包裝升級為鏡意學原屋健格軟骨素。包裝升級後，產品配方不變，繼續堅持使用優質原料，嚴格把控生產工藝，提供安全可靠嘅產品，產品品質始終如一。鏡意學原屋健格軟骨素可以幫助修復人體嘅關節軟骨組織，並對各個結締嘅軟骨組織起到保護作用，強筋健格，修補軟骨。主要成分係由深海魚嘅半軟骨裡面提取，由深海魚類精製嘅純天然軟骨素，軟骨素嘅含量更高。鏡意學原屋嘅健格軟骨素，幾十年來都一直堅持無添加西藥成分、無止痛劑成分，產品符合 GMP、GVA、ISO 22000國際認證標準，係老年人需要關節保養嘅中年人群，喜愛運動、關節容易損耗人群嘅親密夥伴，長期服用可以令關節得到穩定嘅養護效果，令你嘅身體時刻保持住最好嘅狀態。